網絡醫生適合你嗎？網絡醫生係保險公司合作嘅醫療提供者，屬於保險醫療網絡內。選擇網絡醫生唔單止診療費用較低，仲可以享受免找數服務。保險公司會直接支付醫療費用，減少自行索償嘅步驟，令就診更加方便。呢類醫生經過保險公司審核，確保執業資格同醫療質素，特別適合希望減低醫療開支、簡化理賠流程嘅患者。對於需要長期治療或者定期覆診嘅人士，更加係一種高效選擇。而自選醫生則提供更高嘅靈活性，患者可以自由選擇任何醫生，包括專科或者高端醫療服務。但如果醫生唔喺保險網絡內，可能需要先行支付診金，再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。部分計劃甚至唔覆蓋非網絡醫生嘅費用。簡單嚟講，網絡醫生適合想減低醫療成本、簡化手續嘅患者，而自選醫生則較適合已經有信任醫生或者有特定治療需求嘅人士。選擇時應該根據自己嘅需要同預算作出決定。